1978年12月27日，当时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带领代表团坐专机到台北松山机场，准备要针对台美断交后的新关系进行谈判。当时机场外面嘛真侪示威的民众手举国旗、喊口号，表达抗议。1979年，阿富汗发生政变，促还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。在当年12月27日，苏联出兵侵入阿富汗，随后促使发动政变，当选总统阿敏，而且支持左派领袖掌权，这嘛引发了后的阿富汗战争。劳工团体求红布条大发抗议口号。2011年12月27日，劳委会宣布，过当当的元旦开始，劳工基本工资调起5.03%，等于是调悬到18780块。但是当时劳工团体想要爱是23459块，这足足是差4679，较有期的有真大的落差。